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政府确定要帮民众来做第三剂的疫苗。头一个族群就是第一线医护人员甲65岁以上的长辈者。疫情指挥官陈时中讲，会甲18岁以上第三剂的量准备好充足。目前的规划，第三剂要透南来做莫德纳甲 BNT 这种 mRNT 的疫苗。也毋过，也是会来尊重着民众的意愿，袂强制这个抢白。打疫苗就很有感触。好，等到第一剂达到74%以后，就步步难行了。老大人做第二剂预防射进行无啥理想，但是中正烦恼。即马要追加疫苗第三剂，目标对象是65岁以上的老大人，甲第一线的防疫人员。实际上，毋那只高危险的族群尔，面对上新的变种病毒，全民都应该做第三剂。18岁以上的了哈，都准备起来，只要混打 mRNA 都可以。好，那如果是 mRNA 之间的混打，我们还是不赞成。好，就你是打莫德纳，你就打莫德纳。但是 mRNA 的，我们倒没有建议说要去跟 AG 混打。但是中讲莫德纳第三剂注射量建议半剂就好，效果好，副作用较细，加上发展次世代疫苗，未来敢要买，才拢会纳入签约的范围。只是面对这个威胁遮大的变种病毒，12月份边境抢价侦测到 Omicron， 那呢春节专案7+7敢有安全？变成一个传染力比较高的病毒的话，它通常那个繁殖的速度是加快的，所以我觉得它的潜伏期只应该变短，我觉得应该还是多少挡得住。目前各国拢要你研究这款上新的变种病毒，敢真正靠去喂着少年人，而且大部分拢是轻症，专家较保留。是不是真的比较容易轻症？这个还需要后续很多人数的观察。Omicron 不足为惧，多半是轻症，这个结论下得太早了。唯确定的是，赶紧做第三剂疫苗，增加自我的抗体，才是对抗这一波变种病毒上好的办法。